为期4个月，台南校庭双重离智慧电车送予你的活动，使用 App 缴费，或者是登录停车发票，高达36万外币。对107年10月推出行动支付，到目前使用的人次嘛超过500万以上，行动支付率每年增加，目前达到33%以上。如果加上银行、手机代缴，已经超过现金支付的比例。用行动支付不但会用省钱，而且还用抽电动机车。使用我们 App 来缴费，这样子第一个是无纸化，第二个是超商的店员太累了，我们让他减轻他一点工作负担。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有一些超商所收的手续费，我们回馈给消费者。这样子的话，对于缴费的这个效率、效益以及整个流程的顺畅，那这是有好处。今年上大奖2台智慧型的电动机车，分别由后壁区的黄先生甲安平区的林小姐得到。其中后壁区的黄先生，因为伫东区上班，想袂到停车，佫用得大奖。因为本身是住后壁区是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然后才租在那个东区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汽车平常都停在那个停车场里面。对，然后因缘际会，然后才刚好使用这个 app， 然后中奖，很开心啊，就很意外之财。对啊，意外之财。对。以后这台机车还是会停吗？对。交通局长王明德表示，为了鼓励民众持续使用行动支付，台南校庭 App 优惠的期限嘛将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日。只要下载订立台南校庭的会员，并且缴纳路边的停车费，每一笔还佫用折扣2块的优惠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